国占领当局以各种方式镇压东突厥斯坦人民，进行种族灭绝，并加大对东突厥斯坦、煤炭等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开采，将其运往中国。据中国官方天山网10月12日消息，中国能源集团旗下新疆能源有限公司今年前3季度共完成煤炭生产5626.3万吨，同比增加1513.8万吨，完成煤炭销售5767.8万吨，增长36.6%，创历史同期新高。路透社披露，德国经济部哈伯克上月本要推动一系列新制，当中含所有企业赴中国投资都需接受审查，但引发德国商界群起反弹。与此同时，德国一些龙头企业加大在中国投资。后来，德国经济部的人与一名商界领袖告诉路透社，这份赴中投资需审查的计划瞬即被搁置。中国当局加强了对政府批评者的监视和骚扰。作为在共产党即将召开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镇压异议的一部分，自9月中旬以来，许多维权律师遭到恐吓、骚扰和特工跟踪。据英国卫报报道，一位因害怕遭到报复而要求移民的律师说，中国社交媒体上屏蔽了他的所有帖子，即使他绕过防火墙在推特上发帖，当地警方也会传唤他，并对发布政治敏感内容发出警告。据社交媒体分享的中亚俄罗斯峰会闭幕式视频，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峰会上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曼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呼吁。在讲话中抱怨与俄罗斯关系不平等的拉赫曼说，俄罗斯在与其有关的视频领域发展与中亚的贸易，但在这方面没有平等对待合作伙伴。上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一封信，将星链项目在乌克兰的资金困局拉到了台面上。据美国媒体10月14日报道，外交大楼副新闻秘书当天向记者表示，我可以证实国防部一直在就星链问题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沟通。